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2月初3，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30节讲，因为上帝旨意就是恁会成圣，是爱恁离开淫乱，爱恁逐人会晓得用圣洁甲尊贵守家己的身躯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追求成圣，离开淫乱，用圣洁甲尊贵守家己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愿存着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要来学乐甲称颂你至圣的名，因为你是全然圣洁、公义的上帝，你是人民疼痛的天父，你是牵着阮一切尊重甲敬拜的活命主宰。主啊，愿感谢你伫基督的内面拣选阮，成做你的儿女。主啊，伫这个充满迷惑甲混乱的世代，阮的心思甲行为时常受到试探甲引诱。主啊，求你怜悯阮，赦免阮一切无互你欢喜的意念、言语甲行为。主啊，因为你的旨意就是爱阮成圣，离开淫乱，逐人会晓用圣洁甲尊贵守家己的身躯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